呢步係快咗嘅，同埋佢好明顯二波收油比一個頓挫感係少咗嘅。哦，你嘅車二波係關鍵啊！唔係，因為我有時會比有縮油咧，佢有時會好挫好窒，但係因為唔係行得太遠咧，個高轉數就未試得咁清楚。但係頭先我二波扭到個8000、7000轉、8000轉嘅時候咧，佢都係會震，但係冇以前嗰種冇咁唔舒服嘅感覺。因為有時二波嘅時候我會縮油準備停車啦。你點樣行得喎？一俾翻下佢會突然間挫一挫、抽一抽。但頭先我喺燈位嗰時一收油，一俾翻下佢嗰個感覺就變咗冇咁大。但係再高波段頭先就未試到啦，要收工練下先知道，上一上東朗東隧啊，就知道嗰個真係嗰個高轉。因為其實呢款車單缸嚟講，佢最衰係嗰個一 over 6、7千轉嗰個震動比較大咁嘛，同埋嗰個震動係手把感受唔到，但係隻腳咧一踩到個力度咧係會感覺到佢不停喺度震啊，係嗰種感覺冇咁舒服。試到就好啦，多謝先你嘅 feedback，謝謝你啊！